高庙公所跟建益公司合作，2年前就开始研发哈，最主要是我们的果皮削完之后随意乱丢造成环境的污染，还有农民生产出来的根茎叶，跟那个龙膜放在田土里面增加那个困扰。高庙公所这边特地请公司，经纪公司特别来研发，最主要是农民非常方便，跟公司研发，他会到农田帮他们取。最主要是那个 PE 膜从侧芽，开始栽种的时候，它已经隐藏在地里面了，它一直没有办法取出来，所以我们根茎叶在起合当中，把 PE 膜也把它翻开来，做一个分类，增加土壤的营养，减少土壤的温暖。凤梨收完之后，我们还要再搅碎。会请中根机下去搅碎，搅碎之后会有一些菌，里面还会发酵，发酵的时候土壤会有一些菌，不好的菌。等到要种植的时候，还要再多使用农药下去杀菌，不然凤梨种下去，凤梨的苗种下去会烂掉。因为像以前的话，你搅碎之后还要静置至少3个月到半年之后，你才这一块土地才可以再利用啊。一期的凤梨等于是以前要4年才能2收，现在如果能少了这个，它多了这个步骤，我们等于说3年多就可以收成，我们少了这个第一个租地的租金，再来少了用药用肥。凤梨叶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取出这些纤维，然后做成凤梨纤维。凤梨纤维可以做我们一些就是当成一般的纤维跟那个纺织类的产品的原料。粗一点的可以做地垫，细一点的可以做帽子、衣服，然后袜子之类的，还有包包等等产品。它的韧性会比一般的纤维好很多。我们可以做成一些我们的凤梨酵素的切片，当做饲料的添加物。其他的像这些那个酵素经过切片以后，经过粉碎以后，我们可以做成猫砂。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众所周知，凤梨是台南很重要的，也是品质非常好的这个果品。可是所留下来的农业废弃物，包括凤梨的叶、凤梨的茎、根，以及相关在田间的农膜，这些其实坦白讲都很困扰的农民以及环保单位。如果说把根茎叶打碎进入到田里面，要隔很久才能够分解，少则办180天，多则上1年也不一定。所以说，为了增加农民的农地的凤梨田的生产力，减少这个资源的弃置浪费及减少农药的使用，我们特别跟厂商合作，来这个引进最新的技术，能够把凤梨的叶子可以做成纤维，凤梨的根茎可以做成饲料，以及这个酵素的萃取。至于这个凤梨的叶子可以做出来的纤维就可以做成衣服，做成地垫，做成背心，做成非常多，这是非常好的麻类的纤维。因此呢，我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而且能够减少农业废弃物，增加循环经济，而且可以让农民的收益增加，对环境更友善。双赢甚至是3赢的政策，我们还会持续推广，也希望将来配合我们的这个凤梨生产，那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受惠，也能够让我们地球永续贡献出新力。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日前，台南市长处所推出吉祥物菜市鸭古水的模样穿起来以后，今日阁有一只夜市鸭出现，圆滚滚的模样相当吸引人。两只吉祥物拢是出台语谐音。市长处表示，以后也将推出限定的周边商品加快闪的见面会，敬请期待。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乌乌的大纸拆掉，一只古锥的夜市鸭正式亮相。拄出道就含哥哥菜市鸭做伙跳舞，黄色的身躯亲像夜市鸭当中的灯火，象征热烈的气氛。帽仔顶悬的二幺 Y 是出夜市鸭的外音，威斯群是代表夜市鸭摊贩认真的精神。红爱设计相当用心。夜市文化是台湾庶民文化的很重要的一环，也是台南市很多市民朋友共同的回忆，以及台南市成为美食天堂
的重要注意之一哈。那可以看到，在夜市很多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卖吃的，或者卖衣服，或者卖玩游戏的，都是非常让国内外的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那这次夜市的代言人叶奇亚将在现在暑期已经开始了。市场处推出夜车吉祥物叶奇亚，将举办一系列行销活动。暑假期间换新夜市仔推广大赛，希望活化夜市仔的商机，让夜市仔再次成为游客观光的第一选择。咱来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位于南区民兴路尾巷内有一间面档，头家主打花莲传统的玉里面。当初因对花莲搬到台南，就是靠着传统的美食来过活，嘛想讲开店予查某囝经营。不过因为做食的实在伤忝，后来查某囝选择就业，店就由苏妈妈一直坚持到今。除了做出口碑有固定的人客，其中的卤味、猪皮更是店内招牌小食。位于南区民兴路尾巷仔内，这间苏妈妈玉里面，头家是在地花莲人。当初甲个查囝对花莲搬到台南，想讲南部无花莲玉里面这种的口味，因此靠着花莲的传统美食来维生。因为想说在南部地区没有这种口味。所以想说来这里开看看，对，平常这里的东西都是用肉燥去用，这里是我们这一家是用油葱酥，手工的油葱酥去拌面。业者表示，玉里面原名叫做玉里的大面，伫花莲玉里真出名。虽然外表看起来真像油面，不过全手工制作，加上两人，食起来比较较杂，而且嘛真 Q。因此嘛，吸引袂少固定的人客。和外口食起来也无同，因为食起来我扎实些化，你敢知这玉里面是几个人？花莲啊，我某嘛一定遐个人啊，对啊，所以我个玉里面人好食，无我是拢爱等一边甲有人好食。玉里面就是从花莲那边制作，它的制作过程跟一般的油面是不太一样，它是用蛋黄，一般的油面有的是用色素去添加，所以它的黄色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黄是用蛋黄的黄，有一些是用那个油面是用那个色素的黄去做的，所以它吃起来口感，还有我们在第一次煮会是用那个水煮的过程，所以它其实在一出锅就是可以吃的，只是我们会做第二次加工做调味，所以它才会这么更香，然后加油葱酥这样子。除了玉里面，另外还有玉里的白面，以及店内卤味、猪皮，是真侪人客推荐一定爱点的，因为伊的做法甲着一般较无同，唔定一站一站来耕做伙，而且经过冰镇，切做薄片，还是真有 Q 弹感。这个是我好久以前就做过的所以好像我在别的地方没吃过所以我想说这个不要断掉，就把它留存下去好了。对，所以它的高干还是就高干的，是很难做的，真的是很高干的。每一层猪皮都要刮干净，然后油去干净，然后再来卷，卷紧一点，然后这样去。苏妈妈表示，原先开这间店是为了查某囝的创业，但因为做美食实在真费工，后来查某囝选择就业，平时只有歇困才来店内帮忙。目前苏妈妈玉里面经营到现在嘛将近1档，平时不但有固定的人客，另外嘛有袂少的外客慕名而来。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因为空军机场飞行机起降的噪音对居民造成困扰，国防部将对各地的噪音补偿上悬一档会当申请到30万的活动补助。不过因为侪里长都唔知有这方面的资讯，引起反弹。对此，立委林俊宪特别邀请军方召开说明会，让需求的你赶紧提出申请，并要求国防部加速审查速度。目前台南总共有88里被公告为航空噪音管制区，有1级到3级的范围。不过，除了符合资格加予所申请的冷气补助以外，
侪里长并唔知国防部每当要一笔相关30万的策应公益补偿会当来办活动，所以立委林俊宪特别邀请军方召开说明会，吸引超过70位里长出席。会中包括策应分级、如何申请、甲核销流程，拢引起侪反弹。后1级、2级、3级，阮查隔壁一条理了，阮就安尼抄偌济，你敢知？而且像阮理任一档分47台，是要困难啊，对毋对？迄个已经做无公平，你今仔个来红这，搁来逐个里长申请，里长过去若敢申请，人足主动就甲你申请，但是过去啥个大家拢毋知，因为你拢无完这个资讯嘛。周遭所有的都有，他们现在有冷气补助，我打刚电话给人看，你有啥那人有领取，我无领取。你们当初我们之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空军联队就说要重测，可是他来重测的时候，他怎么测？他就只测了3天，机器就搬走了，就跟我说没有，你们还是维持1级。下底下人开钱爱开到8级的啦，唔通甲阮遮当这种潘啦，来，和你公共的要求当时的来，看会到食袂到。我希望说，既然你们这么好意的给我们这30万，给这些里长来办这些活动，给你们来享受我们这个里长有在为社区在做这件事，那应该这30万的经费要给我们活用，不要用这个方式，你限制那个，就是限制那个，是不是可以将每一笔的预算都直接拨由公所？你叫不是大家拢做好呀？你叫一当拨，家己拍30万伊啊，伊两米就去按借钱啊。不补助是法规保障他有这个权益，所以我们会主动去公告。那针对这个办活动、这个宣导活动的防治经费，这是申请制，例如行政教育啦，真正例如行政教育啦，这我都报了，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补的啦。那你说要今年就开始执行，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预算法的规定就是今年审的。目前台南的航空策应防制区，需要伫每一档1月31号进前，由国里提出策应改善宣导活动计划书，经过公所送到空军进行审查。对此，林俊宪表示，115年的策应补助经费申请，伫争取以后，现在特别开放国里补件。各区公所需要伫7月20日进前，将活动计划函送空军，超过期限就无再受理。空军呢，它有一笔经费啊，其实是应该要来回馈地方。我们今天特别让所有的里长了解到相关的规定的一些细节。因为其实基本上有资讯的落差啦，因为这笔经费其实已经执行了2年，但是地方都不了解啦。我今天赶快要把这个漏洞给补起来。那同时地方也对于未来的噪音的这经费的申请有很多行政上的一些细节这个其实应该更简化了。那我们也让地方能够来了解。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希望军方能够加快审查在这个噪音区内各家务的设备的补助了。但新闻军级采访报道。开始起热，正是台南宣雅大出的季节，其中做阵农会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将伫7月6号举办宣雅甜蜜嘉年华，就让有真侪新鲜的农特产。活动当中也让食到各种宣雅相关的食品，推荐给大家。做镇区独特白鹅土种，运用出丰富农产甲多元文化，是台南重要农业重点。2025台南国际宣雅节系列活动之一的芒果 Baking 甜蜜滋味嘉年华，将会带领民众行入去产地，品味做阵的农业庆历。锁定咱的宣雅节，会当讲每一档拢有无共款的变化，尤其是咱的料理的部分你拢会感受到伊的用心，而且毋是用心尔，佮加上咱这道有破布煮我们咱的布剂啦咱的布剂会当讲伫咱的这个传统的农村生活，其实是一个足重要。拄好咱即马是咱这个盛产的季节所以咱这道嘛有破布剂会当入
菜，而且佮用咱的专业的料理，佮料理会当讲加入咱无共款的食材，所以你会当来到这食到甜点，佮会当学到好的料理。我相信这是咱做阵农会每一单无共款的变化，咱嘛希望大家爱记哩。当你若到咱这个7月时阵，就一定爱来到咱的做阵。7月节咱的芒果节吼，有做一个芒果烘焙料理吼，迄个10点遐有准备100份哦，要互咱当地来到现场的消费者吼来品尝吼，所以11点半，佫有一个芒果那个甜点的料理吼，100份嘛是要免费来提供到现场的消费者，所以。包括这尔了，阮佫有一个农游，农游就是讲从产地到餐桌，阮由导览人员带出去到产地遐消费者看到衰仔是安怎生产的，安怎采收的，料来是安怎做料理，一连串的规划当日会当互咱消费者来了解咱衰仔的产业。活动名叫做芒果 Baking 甜蜜滋味嘉年华，当然主角就是各种西点烘焙食品。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中信科大以及进修科大老师前来指导，将指定出产的酸仔变成一道道甜蜜的点心。我们请了饭店的师傅还有老师们一起为这个芒果节来做各式各样的料理，有甜点，像这个芒果奶酪。还有这个芒果云朵杯杯，然后还有咕老肉，还有凉面，还有芒果沙拉，这个全部都是用芒果做食材，非常的天然，非常的棒。那我们也希望帮我们当地的农民做一些行销，那也让芒果它的食用更多元化，更让所有的民众，国内外的民众都知道我们芒果很棒。芒果 Baking 甜蜜滋味嘉年华将伫咧7月6号登场。活动当中，除了有酸仔创意料理教学、甜点 DIY、木工艺手作、艺文展演、农游体验等活动丰富。主办单位欢迎各人大众做伙来品尝做定酸仔好滋味。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学校除了重视午餐的品质，嘛希望让学生食得趣味，所以台南市教育局每一档拢会举办主家比赛，由各校都知赛互相竞争。今年是第6届，以节庆加创意料理作为主题，最后由大仙国中以拍卤面摕下金牌。重视学校营养午餐品质。同时，让学生食个营养又够美味。教育局每年固定举办厨艺比赛，并设定主题，让各校去发挥。今年以节庆加创意料理为主题，大成国中就以拍卤面这道料理摕到金牌。我们这次呢，厨艺大赛设计的就是以台南府城特色美食拍卤面因为呢，拍卤面其实呢，就是我们台南市嫁娶的时候的一个大家都必吃的一个吉祥的食物那我们在每年校庆的时候，我们学校也都会就是特地为学校的生日快乐就是校庆就是办这样子的一个食物。那除了呢帕罗米之外呢，其实还有会让他们吃学生喜欢吃的主食就是鸡腿，还有蔬菜等等这一些。所以呢，其实在学校里面，学生呢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校庆的来临。那校庆呢，对我们每一个学生师生来讲呢，都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庆祝的一个节庆。所以我们就用台南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台南美食帕罗米来象征我们呢校庆顺利圆满。另外2间著名学校分别是海东国小应用七色拜祖母，祈求囡仔平安健康，并将自备的油饭改为5谷米，兼顾特色甲营养，摕到银牌。另外，东区复兴国小以春节料理结合日式饮食，以圆仔表达团圆，搭配着番薯饼甲毛豆泥做伙食，展现创意。厨艺竞赛前3名获奖的团队，我们会用做影片的方式去记录营养师尤其是厨师
他们在厨房第一现场，每一天挥汗如雨啊，但是很厉害又能够准时的出餐，这样子辛苦的点滴，我们用影片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呈现学校队的比赛成果甲过程，教育局为入选学校拍摄影片，记录创意发想甲料理的过程。教育局这款比赛，除了展现台南市对着学校营养午餐重视以外，还有清高饮食教育伫咧内底。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南区各加添一位流行的特点，由来自日本号称销量第一的目镜品牌，进驻南台湾上大成品生活商场。因的进驻不只展现对府城市场的信心，更希望打造全新的消费体验。请点火，象征进化过去，转化未来。以小海盐的意识，就好新店开幕，来自日本的人气目镜品牌，在台南开设第6间店面。空间里面一定可以创造更多年轻时尚的这个潮流。这款目镜样式受到不少少年人的喜爱，尤其引进东港阳光、厝镜、配镜的快速流行，和目镜唔那是视觉辅助工具。更是生活风格的延伸。那我们有去调查发现，其实，在台南市还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对，尤其在明年可能会有很多的空白的 share 市场的 market share 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台南是一个很值得发展的一个地方。今年品牌进入台湾已经满10周年，新店位置就伫咧南台湾上大的小肉园区内底，除了是对台南市场的长期投资。未来嘛将持续探索更较侪创新合作的可能。我们在今年一整年也赞助了台南的球队统一狮，对，所以跟统一狮有很多的合作。那其他的业活动跟台南很多在地的厂商也有去做合作，希望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目镜、小肉甲生活美学跨界合作，代表着台南在地生活消费甲文化品味的多元魅力。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为了协助癌症病人在治疗以后的不安，台南市立病院整合会议肿瘤科团队的资源，推出2项心理支持的数位关怀，包括免费的电子册以及予人放送的影片，希望透过病人亲身的分享，帮助稳定情绪，减少对癌症搁压起来惊吓。台南市立病院副院长李永成表示，大约有5成患癌症以后的病人有惊癌症搁压起来不安，甚至烦恼甲困袂去、食袂落。为了改善这类的心理压力，所以会有肿瘤科医疗团队特别想出 STAR 这款正念呼吸法的口诀，要互患者好记，嘛知影家己并无孤单，患者的不安拢会当理解，同时嘛会当释放。让病人知道说，害怕这个复发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他们并不孤单。如何用正面来克服担忧，然后如何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要做他们可以做的，放下他们不能做的，其实比较就不会害怕癌症的复发了。STA 这是4个步骤的口诀。S 第一个叫 Stop， 就是说当你有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先停下来，不要太紧张，先 Stop。那 T 就是 take a breath， 就是深呼吸，专注在呼吸其实很多正念都告诉我们要专注呼吸，那我们是告诉说你就先深个呼吸，那呼吸完之后呢，我们叫 accept，A 就是 accept， 就是接受，你有这样的害怕恐惧是很正常的，因为要不然你不会来医院看医生嘛，但是不要因为害怕恐惧造成你不敢来，你要 accept， 最后一个 R 就是 relax， 放松，相信最后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市立病院会议肿瘤科的团队不只是照顾疾病，更要照顾病人的情绪甲生活，所以除了推出这部呼吸法的创新资源，同时嘛有号名与生命共舞的免费电子册，作为安慰患者甲内心对话工具。李副院长表示，今日的发表所谓关怀只是一个开始，病院会持续陪伴甲照顾患者伫中间的道路。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
一名56岁男性的肩胛头疼几啊冬，经过复健食药啊，甲注射拢无啥改善。后来伫台南病院检查，诊断出是严重的旋转肌小破裂，合并关节炎。经过对症的治疗，才渐渐恢复正常生活。旋转肌小是减脂群众重要的组成，平常时负责肩胛头的平衡甲运动。但如果旋转肌小破损，会让肩胛头的关节活动度来下降。如果是轻微的撕裂伤，会用透过复健来治疗，减轻旋转肌的张力，同时提升稳定性。但如果是中重度，可能得要手术来修补，或者是换人工的肩关节。当高龄的患者他肩痛多年，那经检查发现旋转肌如果破损严重，无法做肌腱缝合的话呢，他其实可以考虑做反式的人工肩关节置换。那它置换的好处是，我们的肩关节呢可以透过三角肌做取代，那恢复患者可以做抬手、日常生活，那减轻疼痛这些的好处。如果经检查发现它的旋转肌已经破得太大洞了，那目前的旋转肌破裂呢是经过肩关节镜做内视镜的修补。那如果患者他已经没有做修补的条件，那如果没有经过人工关节置换，大概很难恢复到他平常的抬手功能。医师表示，虽然旋转肌撕裂伤，甲着一般的50斤，同款的症状拢是肩胛头的痛痛，不过旋转肌破损，家己举手会痛，别人替你举袂痛。50斤因为粘连，不管是家己举，或者是别人帮你举，拢会痛痛。目前反式的人工肩关节手术，健保有一定的给付条件，并不是每一种肩胛头痛痛拢会用得适应，因此还是要经过医师的评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俊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
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审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